这个崩塌哈，我们呢会找出问题来。那这个第一个，我们尽速先把这个止血先安全装先定落去，避免它继续再有滑落的一个现象。那第二点的部分就是讲相关的这个包括住户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排水的这个部分我们会紧急来做处置那希望用上紧的速度，让咱的民众会使恢复到新的一个安全那头拄仔的里长嘛，我会欢迎因为咱足侪人拢讲咱这个区的排水足侪草啦，足侪土，还爱先来挖除那经过这几次的一个判断，大概拢是在清淤之后，会造成这样的部分。当然，我们8月豪大雨规落盖那冲刷地基也是一个问题那希望讲咱的民众有时我们尊重专业，该东一定爱清淤的部分，我一定来清淤。那我们不要过度清淤，导致说我们的这个提案造成这个相对的一个这个危险崩塌那另外的部分的话，我想我们会紧急再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置用最快的速度恢复到这个原状，让民众能够这个过更好的生活。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排水沟的部分，因为它也确实是比较老旧已经有20多年这个历史那所以它相对的它的护岸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状况，我们会利用这次一并把它做一个整理这样。